嘅電影我就好中意黑玫瑰，因為我覺得嗰個造型好酷，成日即係戴住個 mask 咁樣，係同埋雖然你好多玉女嘅形象咧都好靚好嬌俏，但係咧我特別中意你嗰啲男仔頭啲扮相，唔知點解古裝定係時裝啊？時裝，時裝，戴頂帽仔啊，即係招招積積啊，彈下嗰啲啦，即係嗰啲牛仔裝，覺得好得意，即係又細細粒粒咁，即係。嗰個男仔頭嘅扮相咧，我係好特別好中意，因為靚女就睇到啦，已經係好靚啦。咁但係男仔頭扮相真係唔係個個做都好睇咯，你係有嗰種特質喺度。唔知係咪因為我自細咧成日因為我學戲我都係學男仔嘅，咁同埋一開始拍戲咧又係扮男仔多嘅，所以唔知係咪扮起男仔嘅時候特別即係嗰個自然啊同埋順眼啲咧。我都唔識點樣做女仔，反而唔識做女，因為覺得好生硬啊嚇。咁我記得有一部戲同阿胡楓啊修哥拍，我做佢女朋友，咁個導演叫我挨落去佢度，我直情好似上年咁啊，哇難睇到不得了。但嗰陣時扮男仔，我好好奇，使唔使紮胸？要啊，好辛苦。用咩紮？佢做一件好窄嗰啲背心咧。自己嘅做一件好窄嘅背心，咁你着落去，咁然後咁樣。講開電影，寶珠姐，即係你諗翻轉頭，你真係拍過好多好多電影啊。咁但係我好似聽過你講過，你話到現時為止都好似未有一部你自己覺得真係好滿意、好理想嘅電影。係點解會有咁嘅睇法？因為咧，我哋近時拍戲咧。最初我細個拍戲嗰陣時咧，佢哋7日就拍部戲噶啦，7日先嚇。我細個嗰陣時，嗰啲佈景啊同埋製作係好求其嘅。到我大個啲咧就10幾日啦，再大個啲咧就20零日啦咁樣。即係慢慢佢哋有進步，但係講到尾咧，到同嗰陣時嘅電影同而家嘅電影咧係距離好遠嘅。無論喺邊一方面，而家都係比嗰陣時好好多。所以我覺得我仲未有一部戲令到我覺得係好滿意同埋好理想啊。我諗你有少少覺得可能係個科技同埋而家嘅科技比較先進啦，無論剪接或者各樣嘢嘅科技比較先進。咁但係講翻你以前嗰啲電影嗰啲系列咧，你有冇特別1兩部嗰啲故事你真係好中意？即係可能個拍攝你未必係達到最滿意，因為科技上面，但係個古仔你係真係其實都好中意。講嚴格嚟講咧，我比較中意《胡不歸》咯。《胡不歸》就係我同阿芳芳拍嗰套七彩胡不歸。咁呢套比較係古裝嘅歌唱片。咁我覺得我同阿芳芳做起上嚟咧，大家又好有默契啊！咁演起上嚟咧，大家都可以發揮到自己嘅角色。即係嚴格嚟講，呢部我幾中意。講翻細啲咧，細啲拍戲嗰陣咧，咁你個目標係點？就網紅，希望紅賺多啲。細啲拍戲嗰陣時咧，咁啊初細嗰陣時候咧，希望咩咧喺片場咧可以買嘢食啊，好開心啊，唔使返學啊。咁遲啲咧，希望慢慢嗰個知名度又高啲，希望我如果可以再落嚟咧，我又可以更上一層樓啊。即係個心態咧，慢慢希望自己一步一步爬上去，可以做到最好咁樣。直至到而家為止咧，我係專注喺我嗰個演唱會嗰度，其他嘢咧我就冇諗住啦，因為呢個演唱會咧令到我咧要俾好多時間落去嚇。咁即係演唱會完咗之後，我有咩目標咧？就到咗完咗先至再諗。咁其實睇翻你個歷史，都試過喺演藝嗰個事業上面試過好多唔同嘅嘢，唱片啦、電影啦、電視啦、登台啦、舞台劇啦，即係其實我自己都好想試舞台劇，因為我睇咗《技術浮生》同埋《醫院紅船》咧，我係愛上咗。即係除咗好欣賞你嘅演出咧，第二就係我覺得同觀眾可以有咁近嘅交流，同埋每一晚其實你係經歷緊唔同嘅觀眾，觀眾有唔同嘅反應，咁所以俾到你個即係個感受亦都係唔同。我覺得係好有刺激感，同埋好直接，同觀眾係好 close 嘅。係啊，但係如果你
做嗰次話劇咧，你一定會愛上話劇。真係啊！係啊，係啊，因為我做完咗《劍雪浮生》之後，佢哋再揾我做《煙紅雪》，我直情好快就應承。做啊！係啊，即係至緊要個劇本，係至緊要個劇本寫得好適合你咧。咁你做話劇一定好中意，同埋一定會好受歡迎。係。我相信你做舞台劇都咁出色，嚟緊演唱會一定難唔到你啊！唔係啊，演唱會我要問下你，你要俾啲心得我，因為你係大姐大啦，嚇你又經驗咁豐富啦，我就係第一次，所以我有好多嘢都需要向你請教。你使乜勁歌熱舞啊？少少。嗱，唔好淨係講我，講翻你啦。你喺呢個圈咧都已經有咗一段日子啊。咁你有冇諗過以後嗰條路點行啊？都會諗下嘅，不過我覺得即係命運總會有安排啦。咁又唔需要太花心思，要諗太多嘢啦。咁總之現有嘅工作就盡量做好佢，同埋享受嗰個過程要開心，所以拍戲要開心，唱歌要開心，見歌迷要開心咁咯。嗱，我哋傾咗咁耐啦，咁我對你咧又了解多一層咯。咁我希望咧，我哋大家嘅友誼咧就更進一步。等你冇咁忙啦，我哋約出嚟傾下偈，食下飯，好唔好？周不時都會噶啦。咁啊，其實為咗要表示我今日嘅開心，同埋多謝你今日請我上嚟呢個節目咧，我其實預備咗一份少少禮物，希望你中意嘅。頭再看我的最初，尋尋覓覓沒再迷惘，都得你引領我，天天你亦為我，令我找到片段亮光中，不再無助，只因身邊不止一個我，今天起可否跟我下世紀一起過？阿里嘎多，阿里嘎多，由始至終只有你一位難以代替，愛得多仔細，靜看着對方。Sammy 啊，我好多謝你送俾我呢份禮物，你好有心思啊！我一定會 keep 住佢，耐唔耐咧我就攞出嚟睇，聽下你啲歌。咁啊，係啦，今日都好開心可以上你呢個節目啦，希望下次有機會我哋再傾個偈。Sammy 多謝你，再次多謝你今日咁俾面同埋抽時間上嚟我哋節目，多謝多謝，我哋下次再見。